吉他哈，为换吉他的动作掌声拍手一下。真的是今天很精彩的见面，因为真的人很多。听说有一些都把手上的工作，比如说有一些在炒菜的妈妈也都来了，可见你的粉丝都我还在想着这个蛮多的，会不会看到那个卖香肠从前面经过的？哦，这样哦，这样比较自在啊。好，大家随性的，因为真的是今天应该要很随性啦哈。 我比较不会炒热气氛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闷骚的音乐人。哦，不会啦，你站上来就已经炒热气氛。谢谢。那接下来第二首歌，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台东阿美族的一首歌谣《马当姑娘》。那我这首歌我用了这个夏威夷的乌克丽丽这种小，这是夏威夷的乐器嘛？用这种乐器来演唱这首歌。那第二首不是他。 用2首歌当主曲，第一首《马当姑娘》，第二首是那个《高山不了情》，大家听听看，谢谢。来，掌声一下陈建年的演唱。一起拍手。出来了，这些都是划船的团队啊，划了将近1个礼拜，看起来蛮想家的哈。哎，我们严清标严委员也来啦，来招手一下。 勇士，南屿的划船勇士，一起到前面好吗？哎，好，勇士这2个啊，他们在划船的团队是低年级的甲班哈。希望在明年回到那山上，依偎在他的身旁。时间也非常的辛苦，近年用歌声来激励大家吧。来，节拍大声一点哈，这样他们才不会想家哈。Oh